其他消息，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街工舉辦嘅地區論壇，應主辦單位嘅要求，為逝世嘅內地工運領袖李旺陽默哀。佢又話會研究將工廈改建為單身人士公屋，縮短上樓輪候時間。何仲恩報導。請參加默哀嘅朋友請起立。論壇開始前，梁振英應大會要求為李旺陽默哀1分鐘。好，默哀結束，多謝大家嘅參與。事隔1年，再嚟到葵芳村，而且仲有2星期就上任，街坊紛紛要求佢兌現競選承諾。你喺嗰個政綱裏邊講過話，單身人士係3年可以上到樓，35歲以上嘅3年可以上樓，35歲樓下你會縮短個時間。咁我想問下你啦，究竟係唔係你上任，我上樓呢？你上任，我上樓。將而家一啲丟空嘅工廠大廈，將佢改裝成為單身人士住嘅住宅單位，呢樣嘢喺方方面面，建築條例啊、消防條例等等，可行唔可行？我願意去研究。亦有市民即場要求佢簽署約章，增加公屋供應量，但梁振英嘅顧慮明顯比選舉期間多咗。大家臨場俾一啲訴求俾我冇調查冇研究，唔知道而家政府手上嗰啲地，我仲未上任，我簽名係輕率嘅。你唔敢簽啊？你冇諗過梁振英？佢離開時被大批市民包圍，有人衝前高叫平反6·4口號，但梁振英冇回應，最後喺護送後上車離去。梁振英今次落到嚟葵芳係接受街工嘅邀請，但係佢就話立法會選舉就嚟，喺提名期開始之後，佢就會避嫌，唔會再接受政黨嘅邀請。鬧富文電視記者何仲恩報導。